捌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比酸甲蜜甜。大江的呜，爱下落雨，做伙来呜，音乐才有。大家的呜，音乐唱舞，换你来呜，做伙跳舞。伊是日是双水，我留下700点。我熟悉，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咱的老的节目。做伙来，各地各种也是错，搞看让人知。一定吃海产，我要小摇滚爱你来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是阮的制作人柯志豪、小豪老师，佫较奇怪。迄当初大家也袂熟悉，就讲恁吼要突破，迄相片哦，你就是讲吼，无吼大家拢烫光光啊，啊，就用迄海带啊，甲中药部位拢炸起来，安尼就好啊。你是青光啊，你是好，你是靠阮，是靠阮。是家己面向，因为我都细汉大遐，讲遐信仰内底有一个叫大师爷。伊是一个鬼王的形象，刚刚那位拜一个甲鬼有关系的一个神明，我大迄时代做这种鬼仔鼓。自由自在，充满人情味，这是我对这的记忆，嘛是我介意这个所在的原因。人生800款。逐工拢有足侪故事伫发生，有的会当写作一首诗，有的会当做成料理，有的会当创作出一首歌，拢会当变做你家己的记忆。即马对我做伙感觉，找到你喜欢的音乐气味，海味61号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的海味61号，我是爱听团的 Rap。今仔来的这团呢，音乐传统的乐器，套入去音乐里创作的音乐内底，是哪一团呢？叫我来看。怎么又选段这样？爱你一世。这条大船的水，想袂到一线，了时间，我日日思念。What can I do for him? 唱袂煞呢，唱袂煞，好听一直唱。收到，好，拍水，拍水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听团的 Rap 所以恁就是东金生。到底是东京西还是东京西？拢会当，刚刚拢会当吼。话本啊，这个所在是甲恁有啥物缘分，还是讲恁一家有啥物记忆上？头一届来高雄演出的时阵，都是伫遮，因为迄当中有一个迄落维也纳新年音乐会，然后阮是做迄落热场的，就是伫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现场，前一个点钟，阮就伫遮做演出安尼。听讲恁全部拢是宜兰人哦，真拄好，佮住咧宜兰，啊，佮真拄好，恁就安尼就组团啊。啊，恁咧创作的过程中间啊，敢会因为讲恁安尼拢是宜兰人呢，较好讲春车，还是讲定定拢有啥物顶打着安尼？玩家哦，对啦，玩家啦，玩家啊，因为阮其实就是大家岁数拢差不多啦。
啊，然后就是介意的物件，听的音乐嘛是差不多，啊，读的学校嘛是拢差不多，算是拢是有做伙大汉安尼啦。所以其实无啥会冤家。恁都咧宜兰啊，就讲恁伫创作的过程中间啊，宜兰这片土地，敢有互恁什么特殊的灵感，还是讲带来什么养分无？我是感觉讲，伫宜兰的生活足轻松的，因为咱的空气好，物件嘛好食，啊，对咱来讲是一个足会当放互轻松的环境，啊，所以都咱就足介意伫宜兰生活，你较有迄个心力甲时间去找你介意的物件。嘿，恁咧组团是啥物机缘去互恁大家去熟悉，啊去合作伙，啊，敢有发生啥物较趣味的代志？阮三个是就是港国中的，嘿啊，顶一年下一年安尼，顶一年学长学姐，嘿，顶一年下一年，伊嘛是，伊较细汉啊，嘿啊，伊上少年，嘿，啊伊嘛是，嘿，伊是北京的音乐班啊，我听过伊，所以伊细汉是真厉害。宜兰莫扎特呢？老师的工艺特别厉害啊，嘿啊，伊啦，对不对？宜兰的莫扎，宜兰的莫扎特，对。睡得不太进去，好会遇到考验，谁在搞鬼，躲在猫眼，业绩也做得不能够，气气的追，为了背着信用胡乱说，就糊弄过，别想太多的经验，过去的经验，等过几天就变成虚线，但是没有大事丢失精髓，感觉肩膀有点卡，有点卡，去年去做保有机会车做下去，车到路上被挂，感觉无甲啥物暗时过去被看，但是我真就迷茫，做迄时就开始逐工交往，想着爸母讲话，这是土地公来找我，算一天，算伫放假迄天去行行，人真香甲放我一对土地公讲我的名，哎，有的代志敢若会当对伊讲，是简单找着爱情，唔看我是啥信用。手靠去做迄种危险，伊的理性讲不会好听。手靠去做迄种危险，伊的理性讲不会好听。我不是太上老君，就像没有北斗星，不论南山远近，心事都说给我听。这我也牛鬼蛇神都比魑魅魍魉相近，这大力就是万物的母亲。我无需登瑶台，天圆地方万里安，八股门前轻轻松，心宽自有真气开。再多做爱，多做切斗，一口血腥，为手一同，必有重新，一在一起。输妈妈最近脚无好行，希望会当无比伊的脚头舞。隔壁迄个真好命，来势倒下，拢就去放去中真久。农民连嘛无写，离去的时阵哪会拄着风台？碰着流目屎，心事无人知，青春的爱情，拢在听见今仔哪会捌？拜拜了后，剩的就爱家己来解决。有时我等，有时安躺，有时为困，有时春宵，吹风吹，把情意会轻也有花蕊，着啊把水囡仔手边，健康平安赚到钱。南无萨玛多摩多南嗡多鲁多鲁地为梭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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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只要所有人打起，把萨地为他刚参与。只要所有人打起，把萨地为他刚参与。
一张专辑内底，我听到拢是糖在叫啊，糖在叫，海边啊，风在吹啊，风在吹啊，水在流啊，水在流啊，溪水在流啊。啊，尾啊是安怎对第二张的专辑甲第一张的专辑咧风格差不多呢？第一张是因为迄当时大家转来宜兰，所以就做足侪关于宜兰的声音，所以你会听到有风啊、海啊、山啊。啊，不过第二张迄当阵伫2019年有发行一个叫做《三鬼阿妹》的这个曲，迄当阵是团长是讲，咱第一张拢是坐好好的演奏，啊，不过第二张是要做较新的，甲观众朋友有互动的感觉。迄当阵是去找阮主唱游戏学唱歌啦。游戏老师，嘿，伊拄开始是教阮两个唱歌，想要学。嘿，啊，结果伊一唱，我是讲啊，我唱我敢会当听，所以老师来做我这种人的和声，安尼咁调，啊就将一唱才调调。所以尾啊，你打击的迄个乐器啊，听讲你有加一个人，对，就是阮的 DK。嘿，弄歌真正足重要，对无？对。所以伊的家己对恁来讲是加分啊。嘿，而且恁个有去 Paris。嘿，对，都转来呀 ，Paris。奥运的。嘿，对。你去遐表演去？无对。啊，你去到遐拢是我法国人，敢听有？音乐听有啦，大家拢听音乐跳舞啊。还有台湾设计师设计衫，就是用布袋戏，舞台的布景顶悬有足侪迄龙啊、外仙女嘛，嘿，就是根据迄个布景去做的衫，嘛是有去甲因讲，阮演的故事是关于台湾的新名，比如讲关公，阮就唱一条叫做《红红》，大家都跳甲足欢喜的，啊，还有演啥哈？白蛇。哦，白蛇就是。白蛇传，嘿，啊嘛有甲因跳迄蛇蛇安尼跳，嘿，蛇舞。较特别有一首歌，咱做迄个安可。来，咱有演一条歌叫做《香榭丽舍》，伊本来是法国歌，啊，不过内底的歌词我甲伊写作台语，你甲写作台语，对，就是欢喜大家来安尼啦，意思嘛，对。原地踏步，微笑无限，一起摇摆。这几步，升降起步，脚踩七星，左顿右抬。咱的原地滚，比应大家输规律村。咱的原地滚，大家大喜日日安稳。咱的原地滚，比应大家输规律村。咱的原地滚，大家大喜日日安稳。这几步，一起守护。再回来，哈！这几步，一起守护。1、2、3去，再回来。踏步来回跟着周仓一起摆，左蹲右抬跟着关平一起踩。入庙拜礼众将军们一起来，入庙拜礼众将军们再回来。这几步，原地踏步，微笑无限，一起摇摆。这几步。
台语我算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创作，因为其他所在看无。而且开口真特别。对。就是团长伫写词，像伊台语无啥好，啊，毋过伫写词的时阵，真厉害，因为伊介意迄个开口。你有在创作，你有在写，这个语言才会当传承。有些人是感觉讲啊，我台语足烂，我唔敢讲，啊唔敢写。你是你听歌的时阵，写出来，然后唱出来互大家听。这嘛是阮学习的一种方式。好，咱来去维武营另外一个所在。好，来去。这背景足精彩的，这是维武营迄落彩绘村，哦，这个所在足特别的吼。讨论创作的过程中间啊，有拄过啥物难关咯？其实流行真侪人做，一定嘛有人做比阮搁较好，所以阮想要用阮的乐器的特色去做一寡奇奇怪怪啊，无想要互人白卡白手。搁有一个最重要的人是阮的制作人柯志豪、小豪老师。我感觉阮大家是淡薄仔奇怪，啊，毋过小豪老师搁较奇怪，就是拄开始要甲伊合作第二张专辑的时阵啊，然后阮就开迄线上会议，啊，迄当初大家也无熟悉，啊，伊就讲一大堆了，就讲恁吼袂使搁像较早像老师安尼坐好好表演，就是爱突破，迄相片哦，你就想讲吼，无吼，大家拢烫光光啊，啊，就用迄海胆啊，甲重要部位拢扎起来，安尼就好啊，然后大家拢点，啊，唔知影讲，啊，到底要安怎做？啊，毋过其实伊最重要是为迄八宝公主本来。阮无爱你起始的这四个字，啊，毋过老师就是做一个开讲点感的方式，甲迄爱你起始文英阿姨的迄安怎念？爱什么啊？爱你去死啊！对，就是甲这句藏落了，怎啊这条歌怎啊变甲足好耍，而且观众朋友就是会甲你同齐画的时阵，迄气氛怎啊规个拢会插甲足老一安尼。嘿，所以小豪老师其实对阮的专辑来讲，伊替阮打破。就是破了足侪限制安尼，对。今仔非常欢喜，恁来上阮海味61号的节目，敢有啥物话要甲恁的听众朋友讲？就邀请大家继续支持爱护，来听团来看表演。因即马对我咧讲啊，讲你做第3张专辑啊，哦，所以免讲有足侪可能性会伫因遮发生，所以大家拢爱来甲听，哦。非常谢谢恁，多谢邀请，多谢，谢谢。暖气。微微温热，脸上有点干，天花板依旧灰蓝，窗外下着雨滴斑斑，你是否也醒了？再放手我们的歌，拥抱的重量随着记忆一起流淌，你是否累了？放手一点，我在这很安全，你我的重量。相守来到这世上，如果你累了，或也倦了，我会试着望着水的离开这张船。
着满山的秋天啊，行到这，一段人生繁华悲喜分分合合也袂散。当天过后，日头犹原遐温暖。中正大学管教授捌咧讲过，这是我这2年来听过上界感动人的台湾 rock 专辑。庄脚人唱台语歌，佮用北管来伴奏，歌词连接着咱的土地甲文学，编曲跳脱传统，作品充满新的元素。这就是今仔日的来宾庄脚人。哎，恁伫遮哦？那是互恁等下久吼。别，你叫我坐遮。好，我来坐遮，我来坐遮。庄脚人的各位。哎，大家好，你好，老婆你好。嘉雄，你想我介绍一下恁的团？好，自我开始好啊。好啊。我是这母口，我是张嘉雄，啊，我个分鼓吹啦，分较无介好。啊，过来换，遮好啊。好，我是贝斯手。贝斯手。会使叫我阿威。阿威。我过来。哇，我吉他。吉他。我是小猪。小猪。叫我小猪。哎。所以就是鼓手啊。鼓手，我是鼓手。小猪，鼓手，你就叫鼓手吗？我是元干。元干。元燕元干。好。我是戴，是和声嘛是 vocal。即马我有咧学乐琴，所以讲以后阮的专辑内底应该嘛有乐琴的声。互人做奇葩呢。是安怎要合作庄脚人？我大学的时阵想要做乐团，迄时阵就想讲，我就家己来，爽啊，有叫庄脚人好吧？装一个卡，装看卖，装下卡，装看卖。但这毋是台文啦，这台文搁较有台文的写法。是。迄个时阵会伫比如讲是电视节目内底看到有讲 A 卡 B 卡。A 卡 B 卡。迄个时阵是用这个卡，来叫做伊拄仔讲一个装一个卡。对啦，伊拄仔阿雄讲迄个，咱要写台文的话，迄个装脚毋是安尼写。不过咱的发音是相共的啦。头一张专辑是做出来就随入围了迄个金曲奖。对恁来讲是一个压力还是鼓励？我感觉是假呢，我本来想讲做了无人去听。对我来讲，拢扣掉。扣掉哦。我扣掉。因可能唔是安尼感觉啦，唔是安尼感觉。你有啥物想法无？其实我感觉是嘛是压力嘛是鼓励。上主要是大家有肯定着，大家有听到恁这个专辑，对无？我嘛有听。无想到有这侪人会听到，真感谢。而且我听讲，你这张专辑主要的元素拢是伫你的，迄算是你的家乡嘛，对无？伫嘉义闽乡。因为我都细汉住遐，读大学了就离开嘉义，离开闽乡。是。但是阮遐足奇怪，阮遐信仰内底有一个叫大树爷，7月半。是。大树爷要普渡，迄是阮上大，每一年内底上大一个庙会。阮迄是阮一些一个鬼王的形象嘛，鬼王的一个款。是。所以阮遐敢拢咧拜一个甲鬼有关系一个神明。阮遐有做一个阴神水老妈、水老公啊。是。细汉时会看到一寡可能奇奇怪怪的，可能有一寡鬼仔狗的物件会走出来。我感觉我大汉时代做这种鬼仔狗，我觉得传说，这种故事性物件，我把它写入内底。
天已经清光光，你真脚踏出门，讲经历当好时，招阮出门散散心。我想无，哪会不对你来去？你敢有搁来的清光的日子？寒天水冷清清，厝内只有阮真心。3000块我已经还，你嘛有够用。你转来迄一天，阮摕伫眠床顶，生命痛压赤赤，厝后一阵一阵。天是清光啊，你是好日，是靠阮，是靠阮，你徛伫遐。起身啊，一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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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观音菩萨救苦救难，洗啊洗，转啊转。迄一天，倒伫死人光的床，生命痛，乌麻麻，厝内一阵一阵。天是清光啊，你是好日，是靠阮，是靠阮，阮徛伫遐。起身啊，一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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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观音菩萨救苦救难，洗啊洗，转啊转。你请众生是来带路啦，人要将明香姑姑，我来行旧路。大部领大家孙，多咱叫阿叔，节目启程。拜谢啊，拜谢啊，拜谢观音菩萨。拜谢啊，拜谢啊，拜谢文殊菩萨。拜谢啊，拜谢啊，拜谢地藏菩萨。拜谢啊，拜谢啊，拜谢啊。三地清香插座，你请众生是来保庇啦。我哋讲您过关无代志，大家领大家孙求福平安啦。你请众生是来带路啦。咱要将明香姑姑，我来行旧路。在各位领导大家孙，我来叫阿叔进步啊！
一路平安。你哪会想到讲去用找北管来做伴奏？北管对一般人来讲啊，就是伤差，因为就伤差，而且描绘，比如讲，就去加强了你的创作这张专辑内底迄个元素。是，拄啊好，算讲做麻的安尼。是，拄啊有麻着，有卡着啦。因为讲，去较早我细汉时听北管听鼓吹，嘛讲听无感觉做大声，毋知咧分啥物。对。但是较大了后，搁去了解伊咧分啥的时阵，就讲做水的。比如讲我较早咧听迄个交工乐队，内底用的鼓吹有够水，伊都毋是较早拢听无的物件，伊变做是有一个展出的物件。迄个时候就变成艺术的展出啊。是。咱即马伫遮庙埕遮食物件，就讲你细汉时敢会对爸爸妈妈去附近的庙啊，附近庙埕遐食物件创啥？其实拢会啊，因为阮就住庙的边仔尔。所以其实咧办啥物庙会啊、法事啊、法会啊，阮拢有听着，拢有经过啊。有时阵嘛会斗相共啦。阿忠，嘿是。咱遮附近是毋是一个，敢若是 live house 的所在？有嘛？啊，恁敢若捌去过嘛？有捌去过。啊无，咱南面来耍来一下好无？好啊，咱等下去行行。好啊。好。靠甲几
就无影，无财无囝，无生后事，无人读定，无爸无疼。若抓紧，有人喊声。看到伊的影，大家半烂涂壳。靠甲几岁声，靠甲越大无人影，靠甲几口也无声。靠甲几岁声，靠甲红衫变白纸，靠甲囡仔。亲像风声，像枪声，嘛亲像咧哭的声。住伫遐的人，拢是找无厝的人，但是虽然亲人，也款对找来过桥啊。应该种是来高雄拢要听 live house 来变的演出，拢已经来一间。嘿，是，这是有名的一个地标。对。恁这个专辑内底，你写出的真是甲好兄弟有关系的歌曲。是。啊，你家己对好兄弟，你有啥物想法？别人若讲这世界上有鬼，我会讲我无相信。你无相信？但是我感觉是安怎解说伊啊？就是有可能毋是咱讲的是，可能是好兄弟啦，还是鬼，是这种解说尔。有可能别项啊，比如讲心理的，比如讲伊是精神疾病迄种幻觉，是。啊，看到一个幻听幻触这种感觉，我嘛会使解说咱看到的物件，所以我毋是完全无相信，我会相信有其他的解说。啊，恁家己互相暗会去讨论，去有交流。讲我捌拄到啥物代志啊？你捌拄到啥物代志啊？敢若口有种灵感的感应，敢若是代。我是看袂到，但是我着做爱做迷茫，而且我的梦拢足清楚啊，所以讲
我若是感觉这个梦有较小可特别意思，还是有内底人内底物啊想要甲我讲啥物，我就会甲伊。伫个我精神的时阵，就会甲伊记录落来。记录。用话还是用写？今仔日真卡人来到阮海味61号来介绍恁即个专辑啊，阮了解讲恁的做音乐的一寡想法、甲气度，啊个大家莫提起哈，哦，就是安尼。谢谢。敬个心，敬个心。谢谢。多谢。头一摆听到曾卡人甲东金生因这两组乐团的音乐时，我咧想讲，这哪有可能啦？哪有可能甲遐个咱大家拢捌听过，而且佮遐尔啊无熟悉的乐器，全部拢甲放入去因的音乐内底，而且可以当做出遮尔好听的歌曲。咱若是佮较用心甲听落去，你会发现，其实因是伫用唱的，要来讲故事。互咱大家听，
是毋是互人足想袂到的啊？